歡迎大家嚟到小窮仔嘅頻道。今日係2025年11月7號星期五。以下咧就由我小窮仔同大家睇下呢一則新聞啦。咁呢一則新聞咧就嚟自11月5號嘅 RTHK 嘅新聞。咁我哋睇下個標題先。港鐵屯門第16區站第一期物業發展項目接獲6份標書。咁我哋睇下咧佢嘅內文啦。港鐵表示，屯門第16區站第一期物業發展項目共收到6份嘅標書，港鐵將詳細考慮有關嘅標書，並於稍後公佈招標結果。現場所見，入標發展商包括嘉華國際、會德豐同埋中國海外長實，亦表示有份入標。項目鄰近屯門河同埋興建中嘅港鐵屯門南延線第16區站，目標於2030年竣工。項目第一期位於東北面，住宅可建總樓面約60.1萬平方尺，預計可提供約1000個單位。項目早前收到31份發展意向書，市場估值約14億至21億元，每平方尺樓面地價約2300至3500元。唔知道大家對於呢一個嘅標書有冇咩嘅睇法呢？都歡迎話俾我聽啦〜